大家好，我係 Samuel，歡迎返嚟信仰不離地。喺過去嘅章節中，我哋學習咗敬拜與團契，呢啲都係關於我哋與神以及同他人嘅連結。今日我哋要踏入人生嘅第三個重大目的，你被造係為咗要像基督，呢個就係我哋常說講嘅成聖或屬靈成長。標竿人生第22日嘅主題係被造係為咗像基督。聖經羅馬書第8章話俾我哋聽，上帝已經預定我哋效法他兒子耶穌為榜樣。從你重生嘅嗰一刻起，神在你生命中嘅終極目標，並非讓你生活安逸或者事業成功，而係要將你嘅品格塑造得越嚟越似耶穌。神不在乎你嘅名聲，佢在乎你嘅品格，因為品格係唯一能帶入永恆嘅東西。要理解像基督，我哋必須破除一啲誤解。首先，呢個並非要你變成一個小神，或者失去自己嘅個性。神創造你擁有獨特嘅特質，佢希望你喺保有自我嘅同時，展現出耶穌嘅品格，嗰種充滿愛心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同聖潔嘅生命特質。呢個係一場漫長且持續一生嘅旅程。屬靈成長唔係自動發生嘅，雖然聖靈會喺我哋裏邊動工，但係呢個需要我哋嘅配合。呢個涉及到3種力量嘅交互作用。第一係神嘅話語，佢提供我哋成長所需嘅養分與導引。第二係聖靈嘅能力，佢賜下我哋單憑意志力無法達到嘅改變動力。第三係環境嘅磨練，神常利用生活中嘅壓力、衝突與挑戰嚟修剪我哋生命中嘅雜質，俾基督嘅榮美得以顯現。深度分析呢段成長嘅歷程，我哋會發現呢個係一個放下同穿上嘅過程。我哋要放下舊有嘅思考模式、價值觀與自私嘅習慣，轉而穿上基督嘅心思意念。呢往往係痛苦嘅，因為肉體傾向於安逸與自我中心。然而，當我哋開始學習喺每一個反應中問自己，如果耶穌處喺我嘅位置，佢會點樣反應嘅時候，我哋嘅靈魂就開始咗質變。請記住，屬靈成熟嘅標誌，並非你擁有幾多聖經知識，而係你活出咗幾多基督嘅愛。神並唔期待你一夜之間變得完美，佢睇重嘅係你嘅方向與成長嘅意願。只要你今日比琴日更愛人、更寬容、更誠實，你就正在實現受造嘅第3個目的。朋友，你係咪覺得生活充滿咗冇意義嘅磨難？請換一個視角，咁或許係神正喺你生命嘅石塊上精雕細琢，為要讓隱藏喺其中嘅基督形象彰顯出嚟。如果你渴望開啟呢場品格轉化嘅冒險，呢一切嘅起點在於將生命嘅主權交俾嗰位最完美嘅典範耶穌基督。如果你願意，請同我一齊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對我嘅生命有如此崇高嘅計劃，就係要我好似你嘅兒子耶穌。我承認我常隨波逐流，專注於外在嘅成就，而忽略咗內心嘅品格。今日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嘅救主與生命嘅主，求聖靈喺我心中動工，更新我嘅心思意念。求你喺環境中磨練我，賜俾我勇氣與耐心，等我嘅生命能一日比一日更似耶穌。奉主耶穌聖名祈求阿門。當你決定追求好似基督嘅生命，你嘅人生將會展現出永恆嘅影響力。感謝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。